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以赛亚书21章1到17节，延续着13章到23章。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他要审判列国的信息，在今天说到了3个国家，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以东，还有另外一个是阿拉伯。讲到这3个国家未来的景况，特别要提醒的是这些犹大国的人。在今天的经文第10节就有说到，我的以色列同胞啊，你们一向像筛子里被筛的麦子一样。可是现在我要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是我从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那里听来的。原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，许多的国家都来找犹大，游说他们要加入他们的阵营，一起来对抗亚述，一起来对抗敌对的国家。不过上帝却在这个时候透过这些审判列国的信息，要提醒犹大的国王和人民，真正能让我们依靠的，不是加入哪一些阵营，打一些看似好像是胜仗的一个景况，而是要来依靠这位上帝。上帝才是让我们打胜仗的关键。我们不要一直去寻找这样的阵营，好像透过现在看起来这些很厉害的势力，好像这些第一名的，我去投靠他，我去跟随他，我去相信他，然后我就能够得到那样的胜利一样。因为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将来的景况。上帝透过这些审判列国的信息，就是在提醒犹大人民这件事。巴比伦后来他会被亚述打败，在西元前689年的时候，甚至到一个景况是亚述王西拿基立是放火烧了巴比伦城。而以东呢，他们所领受的一个审判是一个沉默的漠视。他们问他们的景况会如何呢？而上帝在今天的经文也用一个光明跟黑暗的例子来回应哦。他们好像会走出这个黑暗，进入光明。不过没多久，他们又要再进入另外一个黑暗当中。所以这些人真的知道自己未来的景况吗？我们现在拥有的优势真的是优势吗？我们真的要来依靠的是谁呢？而阿拉伯人呢，他们自己在西元前的732年开始被亚述来攻击。上帝也提到他们未来的景况是，他们会在1年之内呢，就很像故宫这签约约满了一样，这个基达就代表阿拉伯的这个兴盛就要完结了，就要经历这个完结篇了。基达呢最厉害的是弓箭手，但是他们的弓箭手会剩下非常少的人，所以讲他们的景况也是荒凉，他们的战力好像从很强盛也要归于无有。上帝提醒我们，在现在的世代当中，会有很多人邀请我们加入各样的阵营，好让我们寻求那心里面需要的。不过我们真实最能够满足我们，最能够知道我们，也最能够带领我们，甚至能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都未知的未来的，只有这位上帝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来看见，主啊，你是掌管历史的主，你更是乐意向我们说话的主，好叫我们的生命不会落入在那个黑暗当中。主，你要拯救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，而主，你就是光明的代表，你就是光明的本身。求主帮助我们专心一意的来跟随你，叫我们今天的日子能够继续数算你的恩典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